紐約華人中文網新聞報導，趙氏後人為報答林元富傳孤大恩，凡有祭祀祖先，一定要先祭林公，再祭自己嘅祖先。此例一直延續至今。2025年3月9日上午，美東趙族宗親會主席趙宇傑帶領全體職員，恭敬地抬着象徵敬意與感恩嘅燒豬，前往臨西河塘拜祭林恩公。趙宇傑主席、臨西河塘主席林順英、紐約馬氏宗親會主席馬潔平與眾宗親會成員肅立堂前，焚香三柱，躬身敬拜，以示敬仰與感恩之情。眾主祭人高聲宣讀祭文，回顧林元富公當年收養趙氏孤兒，庇護趙氏後人嘅大恩，並祈願林公英靈庇佑子孫後代平安興旺。祭文畢，全體人員鞠躬致敬。此外，焚化紙錢、金銀元寶，表達後人無盡嘅敬意。祭拜儀式完成後，謝少住，年後過到年尾，禮成。鼓掌啊！鼓掌！你哋拎揾呢隻。眾人移步到美東趙族宗親會大廳。根據傳統，趙宇傑主席帶領大家一起朗讀太祖遺訓。太祖遺訓。浸足無親疏，世世為司馬，勿使夫兒輕貧。勿使貴業驕賤，國而念之，無所浸足。完畢。上香一個。隨後祭拜趙氏太祖，完成整個祭祀過程。這一傳統祭祀不僅承載咗趙氏後人對林元富公嘅大恩不忘，還傳承咗中華傳統孝道精神嘅功績，使後代銘記歷史，宗族情誼穩固。多謝晒。請無為之力，朝前金之。好，睇住前面，睇住前面。年後過到年尾啊！旺旺上香啊！禮成得嘛？禮成。晚上，響布碌崙新鳳凰城大酒樓隆重舉行2025春節聯歡晚會。呢次盛會匯聚咗包括紐約臨西河塘、美東聯成公所、紐約州眾議員鄭永佳幕僚長趙正安、紐約龍崗親義公所、紐約協聖公會、紐約新會同鄉會、紐約至孝督親公所、紐約馬氏宗親會、紐約廣東籍校友會聯誼總會、紐約台山僑胞婦女聯合會、美國紐約愛心友誼聯合會、端中愛心獎學基金會、美國華人僑胞聯合會、天一註冊會計保險公司、TD 銀行殷經理、豐澤金融行、香港珠寶首飾行等眾多僑團領袖、主席、會長及社會各界嘉賓、商界代表等，共計500多人齊聚一堂，同賀新禧，共慶新春。晚會依此，美東趙族宗親會主席趙宇傑發表歡迎致辭。佢首先向所有到場嘅宗親和嘉賓表達熱烈嘅歡迎和美好嘅新春祝願。回顧過去一年，趙宇傑主席表示，宗親會始終秉承敦親睦族、傳承家風嘅宗旨，團結一致，攜手共進，取得咗豐碩成果，包括成功舉辦咗1年1度嘅中秋月餅和老人金發放活動，進一步完善咗財政管理制度，響天一註冊會計保險公司協助下進行流業規範化管理，並始終堅持服務會員嘅初心。呢一舉措不僅加強咗美東趙族宗親嘅凝聚力，也為年輕一代樹立咗崇德向善嘅榜樣。佢特別感謝全體職員、委員及顧問嘅辛勤付出和鼎力支持。趙宇傑主席強調，趙氏係宋朝皇族後人，始終沒有忘記自己嘅根是來自中國，時刻關注家鄉嘅發展建設。無論身處何地，宗親會始終致力於弘揚中華文化，傳承祖先嘅精神，
同時積極推動中美之間嘅文化交流與民間友誼。他希望在新嘅一年裏，中親會繼續加強團結，攜手共進，為趙氏宗親在異國他鄉嘅繁榮昌盛和家鄉嘅發展貢獻更多力量。最後，他祝願宗親們在新的一年裏身體健康、事業興旺、家庭幸福，祝願宗親會蒸蒸日上，續寫輝煌篇章。祝在座各位新春吉祥如意，身體健康，家庭幸福，外務昌隆，蒸蒸日上。多謝大家。隨後，宗親會副主席趙呂成逐一介紹咗出席晚會嘅嘉賓，並對佢哋嘅光臨表示衷心感謝。佢強調，各兄弟僑團嘅參與為晚會增添咗光彩，也體現咗僑界團結合作、守望相助嘅精神。宗親會秘書長趙文慧在致答謝詞中，向所有關心和支持美東趙族宗親會嘅朋友們表達誠摯感謝。他特別提及各兄弟僑團贈送嘅花籃、賀儀以及對本次晚會嘅熱情支持，表示宗親會將繼續秉持團結互助嘅精神，為僑界繁榮發展貢獻力量。當晚，與趙族有恩人世兒嘅林西河堂主席林順英、美東聯成公所主席梁漢本、情同手足同宗兄弟嘅紐約浮石紫氣堂副主席趙建榮、紐約馬氏宗親會主席馬潔平、紐約龍江親義公所主席關振立，同飲一缸水嘅兄弟紐約新會同鄉會主席趙榮德等發表講話。佢哋響致辭中紛紛讚揚美東趙族宗親會多年來響促進社區發展、傳承中華文化方面所作出嘅卓越貢獻，並表達咗對趙族宗親嘅深厚祝福。佢哋希望各僑團繼續攜手合作，共同推動僑社繁榮。幕僚長趙正安及同僚趙小姐代表紐約州眾議員鄭永佳出席晚會發表講話，並頒發州眾議會表揚狀。晚會還安排咗豐富多彩嘅文藝表演、歌舞、傳統粵曲等節目輪番上演，為現場鄉親帶來咗一場視聽盛宴，現場掌聲不斷，歡聲笑語洋溢整個會場。呢次盛會不僅加深咗宗親間嘅情誼，亦展現咗美東趙族宗親會響團結合作、文化傳承和社區發展方面嘅堅定承諾。第一杯，祝美東趙族宗親會會務昌隆，蒸蒸日上，越辦越好，乾杯！第二杯，祝願在座各位嘉賓、各位宗親身體健康、龍馬精神、家庭幸福、萬事如意，乾杯！第三杯，祝願僑社和諧，世界和平，乾杯！